熱帶氣旋本身嘅強度、移動方向與本澳嘅相對位置，亦都係氣象人員評估風力時候所考慮嘅因素。今年氣象局會加強熱帶氣旋48小時路徑預測嘅整體發放。因為去年黑格比對本澳造成多處嚴重影響，所以氣象局喺4月會正式實行風暴潮警告信號，會喺預計水浸前6至12小時發出，以便居民能夠及早作出應對同防範。我哋近幾年成日都會聽到有關颶風吹襲嘅新聞，好多人都擔心處於沿海地區嘅澳門會唔會受到吹襲呢？颶風其實又係乜嘢呢？熱帶氣旋喺唔同嘅地區會沿用唔同嘅名字，例如喺西北太平洋同埋中國南海就稱為颱風，而喺大西洋同埋東北太平洋就稱為颶風。咁所以颶風同颱風其實係相同嘅天氣系統。根據具權威性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最新評估報告指出，近30多年已觀察到強熱帶氣旋喺北大西洋嘅活動有所增加。同時預測全球強熱帶氣旋活動有可能隨暖化而增加。但係對於熱帶氣旋嘅路徑預測仍有好大嘅不確定性，所以本澳未來受熱帶氣旋影響嘅機會暫時仍難以定論嘅。所以我哋都要推行環保嘅生活，減少溫室氣體嘅排放，防止強烈嘅氣候變化對人類造成傷害。成日喺天氣報告都會聽到受東北季風增強影響，聽日嘅天氣會轉涼。其實乜嘢係季風呢？季風即係季候風，簡單啲嚟講佢係隨住季節而變化嘅風。當澳門錄得超過每小時41公里以上嘅季候風，氣象局就會發出強烈季候風信號，提醒市民要注意。氣象局嘅工作人員每一日都為我哋監察同埋分析日常以及惡劣天氣嘅變化，製作天氣預報，係我哋生活中唔可以缺少嘅重要部分。當惡劣天氣嚟臨嘅時候，我哋可以留喺屋企，不過佢哋就要緊守崗位，監測住氣象嘅變化。喺呢度工作嘅技術人員需要具備氣象學士學位，或者具備理工科學士學位，以及1年氣象專業嘅培養同埋實習。之前係喺理工嗰度讀呢個氣象學嘅專科嘅，感覺都幾好啊，因為呢度環境都唔錯啦，咁同埋喺度做嘢都幾開心嘅。平日主要都係分析翻個天氣啦，同埋預報翻俾市民知咯。咁其實每一日嗰個天氣都有唔同嘅變化啦。咁我翻到嚟都可以睇到好多新嘅嘢同埋唔同嘅嘢啦。咁所以對於我嚟講都係一份幾有挑戰性嘅工作嚟嘅。咁同埋亦都好開心可以將自己學到嘅嘢學以致用啦。咁但係現時睇嚟咧，個天色如果唔係進一步好轉咧，未必上到。睇衛星圖都未必上。氣象局嘅工作人員每日嘅工作都緊張而忙碌，24小時冇間斷咁樣收集天氣資料，以及分析同埋製表畫圖。之後大家就會一齊開總結會議，定出天氣預報嘅結果，以及向公眾發放。咁1、2就已經全部轉晒偏白，咁但係如果睇翻9、8。澳門雖然細，但係作為全球氣候嘅一個組成部分，澳門氣象局亦都積極參與對外事務。澳門氣象局仲係世界氣象組織成員，喺07年由聯合國亞太經濟及社會委員會同埋世界氣象組織共同支持嘅颱風委員會嘅秘書處，亦都係設立喺澳門。本澳仲參與咗歐盟嘅氣象科技研究。澳門氣象局仲有好多有趣嘅科學氣象儀器。節目嘅最後，等我哋一齊嚟了解一下呢啲儀器嘅使用啦。
如果你哋對澳門氣象局或者澳門天氣有興趣進行查詢嘅話呢，咁可以到氣象局嘅網站進行查詢。